基隆业专区。哦，今天车子停了很多哦，上百辆了。你看呢，还有假日市集耶。你看那个绿色伞那个，哦，一整排的桌子啊，卖东西耶，还有爱心的摊位耶。那不光他们来这里拍影片呢，还有用国小还是国中的学生来表演呢，来露营呢。哦，你看还可以买到无患石哎，放在保特里瓶里面加水摇一摇，产生泡沫，就可以做肥料，还可以喷那个植物防虫哎，还摇很多次哎，就可以制造很多肥料，好棒！还可以洗碗、洗头发、洗身体，那无毒的嘞，好棒哦！无患子，好棒好棒哦！天气热，袋中要布一片哦，放口袋流汗就很凉了。